而家咧就7月份啦，我想問大家知唔知特首退咗休之後嗰啲生活啊，或者嗰啲福利如點樣？知唔知咧？特首咧如果離咗職之後咧，政府咧就會安排一個寫字樓俾佢做辦公啦，跟住仲有車啦、接送啦、保安啦。跟住仲有睇醫生啊、牙齒福利咧就終身嘅。咁退咗休之後，特首仲有冇薪金咧？根據資料咧，特首咧就冇薪金嘅。不過咧，退休之時候咧，佢有個玉碗酬金。玉碗酬金計法咧就話過去嗰4-5年收入嘅25%。25%咧，大概估計咧就有600至630萬左右啦，即係一筆過攞600幾萬嘅退休酬金。咁到底特首退休之後俾間寫字樓佢係咪有咁需要咧？每一屆都有個特首退休，如果長期累積落去，咁到底要有幾多地方去安置呢班前特首呢？大家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呢？退咗休之後，佢係咪仲有對香港有幫助呢？或者係需要有咩特別服務俾佢哋呢？大家可以分享留言，OK？